好開心可以同香港下屬總會嚟到南昌呢一座富有歷史底蘊嘅城市啦。今次我參加江西交流團，令我獲益良多啦，認識咗江西嘅文化同埋特色。咁另外最印象深刻嘅就係喺廬山嘅參觀。古人蘇軾有云啦，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啦。咁嗰一日我哋去嗰陣時係好大霧啦，就睇唔清嗰啲群山峻嶺，咁就形成一個好似仙境嘅感覺。咁如果講到我印象最深刻嘅一個經歷嘅話，就係喺景德鎮去體驗呢個陶瓷。因為咧，我哋可能平時會覺得可能玩嗰啲泥巴係一個好簡單啦，可能，但係其實實質上當我哋自己去親身去上手嘅時候，就會發覺佢係一個都算比較難。所以其實可以睇得出中國傳統嘅匠人佢哋嗰種專注同埋啲細緻。我哋了解到南昌係有千年文化，就好似無論係喺建築物、陶瓷或者係書院上，佢都係有好多佢獨特嘅中國傳統嘅特色啦。大家都覺得咧，南昌啊或者江西都係一個歷史文化非常之豐富嘅地方嘅。即係我對我自己啲仔女都係咁樣講啦，就係話其實咧讀書係非常之緊要嘅。初頭你都摸索下，慢慢你做下咧，你會發覺啊，可能你會轉一轉賽道嘅。真係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同埋我哋通過咧同大家溝通，先發現原來咧香港嘅客家人同埋江西嘅客家人都係有聯繫嘅。原來香港同埋江西係有咁緊密嘅聯繫，所以我都覺得今次嚟南昌係一個幾好嘅旅程。以後有機會嘅話，我都會自己再嚟呢度探索一次有關江西嘅美景，同埋一啲江西嘅文化遺產。咁我都好期待下次再同下屬總會嘅大家同埋青年朋友們一齊參觀其他嘅地方。容易睇嘅地方就有客家商店。